来看中央气象署今日发表寒冷的气候预测哦，伊即讲今年的寒冷会较烧热，雨量嘛会较济寡。今年到明年的春天哦，确实是受到适应现象的影响。气象署嘛指出讲，今年的秋天，西北太平洋敢若有4个风台形成，创下1958年以来哦秋天上少风台的纪录。东北季风一阵接一阵来，真紧就要12月了。中央气象署嘛针对未来3个月的气候趋势开记者会说明。气象署指出，适应现象会伫寒天上明显，要到明年春天热天才会恢复正常。根据气象署的预报，说来寒冷12月到明年2月，平均气温是正常偏高，雨水嘛是正常偏多。在温度的部分，不论是12月份、1月份还是2月份，都是以正常到偏高的这种几率变高，最高。另外，在展望雨量的部分，在12月份的话是以正常的几率最高，而1月份到2月份是以正常的几率为主，其次就是雨量偏多的几率是第二高的。气象署嘛回顾今年秋天的气候，代理主任陈依良指出，今年秋天9月至11月的平均气温明显较烧热，雨水正常，但是南部较多，北部较少。另外，根据统计，今年西北太平洋敢若形成4个风台，创下1958年以来风台上涨的纪录。那在西北太平洋的话，则是有4个台风生成哦。那这4个台风在秋季生成哈，跟同期的气候平均值相比是明显偏少的啊。同期的气候平均值是10.87个啊，这也是我们从1958年以来哈秋季台风最少生成的这个记录。最后，气象署嘛特别提醒讲，随望这预测来看，寒冷的平均气温偏高，不过无代表未阁有冷气团甲寒流，有关系有较冷的时，民众都要穿好少。气象署嘛呼吁民众12月至2月，台湾西部寒冷的雨水有关系较少，就要定上水资源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